喺香港會唔會有護理人員虐待老人家嘅情況？我可以好坦白咁同你講，有可能，不過難度好高，成本好大。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就一定有風險。香港都唔係零案例嘅，間唔中新聞都會聽到見到，但係重點係有冇再出現相同嘅情況？點解喺香港呢個情況會越嚟越少？因為香港嘅照顧環境真係好嚴密，院舍有牌照，每個人員都有記錄，投訴有渠道。做錯咗一次，唔淨止係調肝咁簡單，隨時係冇得再做呢一行，甚至乎個院舍都會被吊銷牌照。喺香港，虐待老人唔係自己雙方就咁處理咗就算噶啦，係刑事問題，一旦成立嘅話，基本上就冇咗前途噶啦。所以好多人唔會因為要承擔呢個代價而扮有愛心。香港嘅安全唔淨止靠人心嘅善良，而且靠制度夠嚴格。制度夠嚴格嘅話，壞嘅心思亦都比較難去產生嘅。